来看嘉义县举办第15届的草草戏剧节，总共有规划超过50组的团队，规划超过200场的演出，连续2个拜6礼拜，要为民众带来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。差不多100公尺。100公尺。西元1921年。迄个时阵，台湾刚日本时代。用戏剧演出台湾文化协会的故事。过去伫草草戏剧节担任工作人员的棍剧团，伫即摆第15届活动，佮重新回归表演团体的身份。回归到阮家己本身，阮嘛是一个表演团队。除了阮要甲这好的戏剧节这个平台，建构给大家，和大家礼拜算了，阮阁希望会使和大家愈了解阮剧团到底咧做啥。连续2个拜6礼拜活动，除了有表演、工作坊甲艺术分享的内容，即摆佫增加亲子共学的部分，希望带来趣味的亲子艺术体验。像我们一般的那种锅具啊，都可以拿来使用啊，不用去外面购买一些，就是也是利用环保啦，最主要是环保，对，然后让他们可以去体验。真侪在地的朋友，不管是戏剧的还是表演的，甚至展览的。展览的嘛是拢足需要这个活动来做交流，所以我是感觉加油安尼活动足好的。这次第15届草草戏剧节有全台超过50组的表演团队，带来超过200场的演出。棍剧团表示，希望串联在地文化力量，打造会当代表嘉义县的文化活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